歡迎你返到嚟創業家讀書精華，我係 Alan。今日同你分享嘅呢本書叫做《持續買入》。呢本書嘅副標題係節省金錢和建構財富的實證方法。呢一本書雖然係舊年先至引入中國，但係喺美國已經熱賣超過20萬冊，被唔少人稱為顛覆你對財富理解嘅一本投資理財書。書入面提到一個有趣嘅統計。有研究向1000位美國人提問：你覺得幾多錢先至能夠算係富有呢？答案嘅平均值係230萬美元。但係如果你問1000位已經擁有8萬資產嘅富翁，佢哋回答嘅平均數值係750萬美元。作者因此得出一個結論：富有其實係一個比較級，單靠靜態嘅資產數字根本冇辦法衡量一個人係咪富有。先嚟認識下呢一本書嘅作者尼克馬吉奧利。佢畢業於史丹福大學嘅經濟系，目前係瑞索茲財富管理公司 Rivloss Wealth Management 嘅首席營運官兼數據科學家。呢一間公司喺美國管理住18億美元嘅資產，地位唔細。尼克仲係個理財知識博主。由2017年起經營個人網站 Of Dollars Data， 累積咗數十萬讀者，係美國非常受尊敬嘅財經博客之一。由佢嘅背景你會發現，佢係一個徹頭徹尾嘅理工男，習慣用數據說話。佢嘅每一個觀點幾乎都會用統計資料嚟支持。不過如果你唔係金融或者數學專業，睇呢一本書可能有啲吃力。所以我會跳過嗰一啲數據細節，直接同你講佢想傳達嘅核心邏輯。第一步係靠儲蓄累積本金，呢一個係財富嘅基礎。第二步係用呢一啲本金定期投入資產，創造現金流，呢一個先至係財富增長嘅核心。能夠將呢兩步做穩，財務自由其實並唔遙遠。當然啦，講起嚟簡單，做起嚟唔容易。所以我哋跟住落嚟要逐點逐點咁樣將佢哋拆開嚟傾傾。我哋跟住落嚟先講下書入面嘅第一個重點，點樣透過儲蓄累積本金。尼克提出一個聽起嚟好刺耳，但係好有道理嘅觀點：儲蓄係為窮人準備嘅，投資係為富人準備嘅。呢一句說話嘅意思其實係財富累積嘅不同階段，重點亦都係有所不同。尼克23歲嘅時候，賬戶裏面只有1000蚊美金，但係就花咗大量嘅時間去研究投資策略，關心資產配置。但係每次同朋友聚餐就會用咗100蚊美金，就等於抵消咗嗰一年10%投資報酬嘅全部收益。咁樣令佢意識到，當本金好少嘅時候，投資回報嘅絕對金額不值一提，反而係儲蓄能夠帶嚟更大嘅邊際效益。舉個例子啊，1000蚊美元嘅年報酬10%先至賺到100蚊美金，但係如果你儲多1000蚊美金，就等於提前攞翻10年嘅投資成果。所以喺早期，儲蓄比投資技巧重要得多。為咗幫助你判斷自己應該專注喺儲蓄定係投資，尼克提出咗一個簡單嘅比較方式：預期儲蓄額同預期投資增長額去比較，邊一個高就應該着重喺邊一個。例如話 A 只有2萬蚊本金，8%嘅回報先至能夠賺到1600蚊，但係佢每年可以儲到6000蚊，所以佢應該專注於儲蓄。而 B 有100萬本金，8%嘅回報就係8萬蚊，佢每年只能夠儲到2萬蚊。咁樣比較之下，佢就應該專注於投資優化啦。透過咁樣嘅比較，能夠幫助你避免喺唔啱嘅階段花咗時間做錯嘅事。如果你發現自己應該將重心放喺儲蓄上，尼克仲提供咗一個實用嘅策略：放棄固定儲蓄比例，改為採用動態調整。傳統理財嘅建議，例如話存下收入嘅20%。又或者按年齡設定儲蓄目標，睇嚟好似簡單，但係有2個問題。第一，收入唔穩定。加入創業家會員，
同我哋踏上連續創業終身學習嘅旅程。成為會員，你可以足本重溫全部內容，系統吸收最重要嘅知識，人工智能、網絡營銷、團隊管理、個人能力，全部一次過學齊。我哋唔止教知識，更會定期安排見面同交流，互相督促，互相學習，一齊進步。創業家係一個你將來會慶幸自己早 subscribe 嘅 channel。會員專享包括 App 嘅內容庫、超過600小時實戰影片、超過300本讀書精華、專屬課程與工具包持續更新，每年3次個人諮詢，針對你嘅實際難題落地解決。如果你都想穩步升級，請即刻 Subscribe 撳埋通知鐘仔，支持我哋營運，立即加入創業家會員，